麻雀王晒冷，點解叫孖莊？144隻麻雀仔，令到唔少人瘋狂，亦都令唔少人傾家蕩產。它沒有好，也沒有壞，沒有善，也沒有惡，完全在使用它的人。呢一位70幾歲嘅台灣老人家，80年代尾舉家移居美國，竟然意外喺跳蚤市場揾到本近100年前美版麻雀教學書啊！1920年代，後來才發現呢，1920年代有這一段美國麻將這麼瘋狂的歷史。自此，張生就瘋狂愛上呢一隻國粹啦，至今已經收藏700幾套啦。收藏咗這麼多，我這有一天啊，能夠 share，跟大家 share。就大家分享這一段的歷史，中國很好的文化，這是人類發明最迷人的 indoor game， 我認為。佢收藏木、竹、象牙同鹿骨等等製成嘅麻雀，多數都係古董嚟㗎，連賭神都話 out 嘅，透視麻雀加眼鏡都有，佢甚至教外國嘅朋友玩 crossover。梅蘭竹菊，春夏秋冬，改成歐洲的特色，斜塔，那個荷蘭的風車。而麻雀呢個詞亦都有段古㗎。英文麻將，麻將又翻成中國的麻將，所以中國這一塊變成麻將。那中國以外的呢，都還也是講麻將，但是所有的漢字呢就寫麻雀這樣。呢一批寶貝陪佢周遊列國，部分即日去到下個月12號喺青衣城展出，但西九龍文化區就係佢最終嘅目的地。